主后2024年6月23，每日新眼光读经。上帝的安息。圣经咱做来听读，希伯来书第4章1节到13节。既然上帝互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还留底，咱着小心，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袂到即个应允。福音偏偏有传互因，嘛有传互咱，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因为因遐个听的人无用信心领受。咱这个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照伊所讲，我伫受记中立誓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其实，上帝创造宇宙的时，伊的工作已经完成。关系第7日，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作来安息。共即个所在有阁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既然遐个大圣听到福音的人，因为毋顺趁，袂当进入安息，上帝就为着其他的人保留即个安息。真久以后，伫大笔的册有记载，上帝设立一日叫做今仔日，亲像顶面所讲。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毋通硬心。约书亚若有互因安息，上帝就袂伫后来阁提起别个日。安尼，上帝还为着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进入上帝煞伊的工作，嘛煞因一切的工作。所以，咱着努力进入即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遐个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上帝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内的剑较利，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阁会当破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所有被造物无一项会当对上帝允捌，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咱欠伊的笑，拢着算清楚。上帝的安息。今仔日的经文讲到，上帝安息，早伫上帝创造之初就已经准备好势。既然相信的人，拢会当享受上帝的安息。既然上帝早已经准备好安息，人为什么无法度真正享受安息呢？问题在伫人毋愿相信，就无法度进入上帝准备的安息。这就好比已然但未然的状态。虽然对着耶稣的牺牲，上帝国已经来到，却尚未完全实现，因为人对上帝应允的安息，并无完全相信和接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既然上帝互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还留底，咱着小心，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袂到即个应允。对日久中间通体会到，人若要享受安息，必须顺趁上帝的心意，毋是简单粗浅伫礼仪上守安息，反正是着顺服伊的话语，灵呢受束缚，生命安息伫伊所赐的安息中。原住民部落的教会真重视庆典，笔者甲青年族人因为安尼有机会和经验老道的猎人去深山的传统乐区
受力。当蜡人拍到蜡物的时，会使用一支利刃伫现场放火，通好予蜡物的肉质保鲜，搁照工序将蜡物进行肢解，方便炸落山。蜡人若要做好肢解工作，就必须对蜡物的身体构造有所了解，清楚安怎落刀，才袂予火污染到肉；安怎切开，才袂予肉变幼细。这拢在考验蜡人的真功夫。伫非常细致甲耐心的工序中，蜡人的双手伫蜡物的躯体、筋骨之间来来回回，免一丝仔功夫，原本规只的蜡物就受一一肢解，按照骨头、内脏和无同部位的肉分类，整齐摆放伫眼前。蜡人的内刃虽然锋利，但是上帝话是活的、是功效的，比找双面刃的剑较利，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阁会当判断人心中的欲望甲意念。这句话搁较深层的意思是讲，上帝话语会当将人的心中学得区分非常细微的欲望和意念，拢分别出来。上帝话语会当帮助咱伫有限的时间内，搁较有处事面对眼前的问题，帮助咱一日解决，互代志的处理搁较有效率，袂因为经络分袂清就乱做一团。圣经的话提醒咱，必须用信心领受福音，坚持到底，才会当进入上帝安息。这种信心的坚持，随常是上帝的恩典甲保守。今仔日的经文点出，上帝话是活泼有效的，会当判断人的心。咱伫上帝面前，拢是无通隐瞒的。咱的生命自开始到落尾，拢爱向伊负责，所以咱搁较着爱持守信心，努力进入迄个安息中。默想，透过每日读上帝话，是毋是帮助我伫生活中见证福音？透过每日读上帝话，是毋是帮助我伫生活中见证福音？咱来祈祷，亲爱的父上帝，恳求你的神引带我伫读经、祈祷的中间，甲你相遇，帮助我伫教会中委身侍奉你，予我的性命、逐时刻拢成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